哇！羅湖商業城啊，呢度係都未去到商業城，係喺過緊去商業城中間嘅大街，好熱鬧下，好多嘢食。好多飲品，好多食物，向前行，快少少，唔好俾人阻住。一路行一路行，有紫菜包飯，有街頭牛扒，哇！有光明乳鴿，前面有光明乳鴿。睇下啲燒肉先，哇！啲燒肉，哇！好靚嘅燒肉，哇！雙中光明乳鴿，有光明乳鴿，好瘦嘅乳鴿。我哋繼續行，好熱鬧呢條街。銅鑼灣專賣啊，銅鑼燒。哇！好多人啊，大閘蟹，大閘蟹啊有。有水果食，沿住呢條路就返香港啦，一路返，一路行，好多嘢賣。哇！深圳啲大閘蟹138蚊一隻。哇！睇啲雞。特價燒肉，好熱鬧。香港做唔做到咁呢？影住咁多先。